真係勁多人啊，好熱鬧啊！我哋今日去紅花嶺同埋馬喺上水站總站搭55號 K 小巴，去到沙頭角口岸警崗前呢個路牌轉左，見到發現紅花嶺第一個路牌，就正式展開我哋今日嘅路程啦。上咗樓梯冇幾耐，就會見到山咀二戰日軍機艙堡同埋戰壕啊！我哋嚟到第二個 checkpoint 啦，嘟嘟。第二個 checkpoint 咧就有呢個標高柱，仲有呢個好靚嘅牌。全長大概7公里，總爬升600米左右，需要嘅體力唔多，但係全程嘅景觀就一流啊！可以睇到鴨洲啊！呢度有好多吊鐘花，睇下幾靚。亞公瞭望所好似大電視咁，好靚啊！可以望到沙頭角一帶嘅海景。咩嚟㗎？嚇！爛咗，真係嗰個尿兜。係啊！經過已經被封上門口嘅英國軍營之後，又再急上，哇！跟住見到嘅景色好開揚啊！可以見到沙頭角碼頭、邊界同埋鹿頸谷部。紅花嶺呢條路咧真係好正啊 ，CP 值好高，一直都可以睇到咁靚嘅景色。